出来说，我们这个今天是讲23见性行善分哦，大概是从第1分到第7分是信啊，第8分是信。那信的定义有一个非常绝对是一种信。这个我们这个菩萨佛陀他所留下来给我们的一个见证，我们非常的深信，所以我们才愿意来辩解其意就是来探讨，然后呢来进行学习，然后去了解这个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菩萨与我们的关系是那个典礼的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确认已经是不以自已了。然后今天晚上呢，我们这个精信行三分呢，这说是到信解学的最后一面，当然是讲到从相信，然后去举例，然后落实在实行的所学到、所感受到、所认为的绝对的那个绝对性，也是说是非常不容易，很难得说，今天我们这个课呢，我或许马上说是69个字，然后我们顶多是能把它花费的淋漓尽致，可能2个小时、3个小时都还不够的分析。当然从这个行施无助行施的意境当中，让我们了解到说，当然我们在实行布施的那个意境上都不能有众生相、我相、作者相的那种意境。其实那是我们的贪恋、分别、妄想产生在什么事项的分别。这是后学的感觉说，原来是在我自己变成有志，有时候我在做。我在做什么好事，行什么行，在记起自己的一些，好像说，有助的那个意境，所以提前懂这个东西过程呢，要我们说，应无所住，而相由其心，就是应该做的。然后他提醒到我们，所有的行施，我们所学的法门呢，对我们的这个智慧。他谈到这个佛跟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动物的那个模型是一种平等性的，所以让我们去深的不能去忽视每一个众生跟动物的那个意境之间，让我们感触到非常的棒。它是一个里面的经文非常多，虽然是几个字，可以说让我们了解到非常的会震撼然后叫我们提醒我们，真的是大家是一体，人动物根本不是一体，所以我们所应该做的，行善一些的行为是应该的，没有什么，好像是骄傲骄傲那种想法出来，说叫我们，其实我们是应该的，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然后我们是应该要尽力的去把它把持进行，这是后学一个小小的一个。今天晚上学到的这个心得跟各位学员们分享，谢谢。感谢金组长分享这一段那当然，因为法不定法，法是非非法，所以在法的理性上因为没有所谓的这么的一个所谓的结对相对，但是要结对一对，既对一个结对是捕捉了结对是捕捉。那当然我们今天呢，知识面进入到一个结对，所以才有一个要远离事项在讲之法。如果你在没有远离事项来讲之法，所以讲出来就是实践法，所以就是实践法。那因为没有办法讲，要怎么？当然要想，想就是它文字上的叙述，在你的心灵的意境，你要怎么在你的心灵去扎根？在所谓的遇到境，你这样遇有应处，应如是处，应如是相的其实，你才能看得出。要不然，我们修一辈子修不成，修到
最后，或许刚才讲，老和尚脾气大，大法师主驾驶大，一修无比明白，所以这是我们修道真的要真的详细，要详细，所以才有修心。好，不可执着，这个住无住不可，这个住无住是不可执着的事，这是这个道理啊。我们今天上到10点，最后祝各位身体愉快，身体健康。好，谢谢各位。大众同学。这点慈悲前道公、公道公一起一般向无极老母行三地公礼，前道公、在公、三公，持掉的一了。感谢点慈悲之公、公道之公、在之公、三之公，感谢点慈悲之公。一起持家，向无极老母行三地公礼，前道之公、在之公、三之公，持家前人之公，送家德士之公，婚道之公，在之公、三之公，持家前人之公，送家德士之公。kamu